亚条哥是新加坡一个牧师陈元昌牧师，伊去参加2006年的全球客家福音会议的时候，伊就有安那个感通他有这样的感动，就写了这个词。可是他一放就放了很久，他好像放了2、3年，后来他就交给陈建州牧师来谱这个曲所以这个曲是一个新曲我们一起来学3节。亚条哥去年去沙巴给演唱的时节我们去年去沙巴唱的时候，我们去三打根，三打根有很多的客家人，他们大概都是看这边的 Good TV 的客家节目。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跟你们一样他们第一次唱，然后第2遍就开始跟了，而且在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上帝拣选我们客家人很特别，我们好像有那种血浓于水的好像知道你是客家人，好像就觉得是亲戚来了所以我们在那边其实唱第2遍的时候，我们就打成一片我觉得很感动，很感动在那个 KK 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感谢神拣选我们这个客家族群成为一个特别的族群。我们希望把在耶稣里面那样子的很深的情谊也带到我们客家人中间，让我们客家人享受天福，好不好？1、2、3节，我们唱快一点，我们终于用间奏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充满。